全球古青，今仔都伊拢闪闪是，是一定系。我感觉莲花是，伊安那像咧观音啦，是啊，拢坐咧莲花座。哎呦较慈悲的神明拢是伫莲花，所以我感觉应该是莲花。啊，你若是桂花的时阵，我感觉迄谐音无共，可能神明敢若你。感觉你那贵，哦哟，所以桂花一定对。台语拢会安尼哦，一个海音系啊，哦，这嘛有道理呢。是讲话袂歹。啊，你若有兰花有无兰嘛？可能佛祖看你敢若蓝嘛，蓝嘛，嘿啦，好好讲话。咱即马来去看隔壁。咱来，来，咱这边拢是玉兰花。我来问一个老师，老师，你啥若无甲查某囝牵者？哎呀，可以走。你是感觉风险吧？风险，因为这两个答案我拢感觉有可能是对的。哦，因为莲花收过大蕊啦，其实足歹去挽来放伫咧生命的道顶。我感觉无遐尼简单。是。玉兰花是较细蕊。啊，桂花嘛是啦。好来。玉兰、莲花甲桂花 A、B、C 啦，吼，来，咱来看一个哦。正确的答案是 C。